點樣可以揀到保值嘅翡翠平安扣？最近有唔少錢粉絲想請一個平安扣送俾自己嘅仔女做傳承。市場上咁多嘅平安扣魚龍混雜，到底點樣揀？希望以下嘅3點可以幫到你。第一點，種水起碼可以達到羅冰以上，種露肉細，微微透手，睇起身嚟有一定嘅膠感就更加好啦。咁樣嘅狀態基本就達到一個珠寶級別嘅平安扣，一定係可以經歷到歲月嘅洗禮，佢亦都能夠達到保值嘅屬性。第二點呢，佢嘅尺寸要同1蚊硬幣差唔多，或者大少少，佢嘅厚度要卡到6以上，相對嚟講普羅大眾更加接受，而且呢，佢呈現出嚟嘅美感、完美度更高，自然保值就更高。第3點就係價格啦。滿足以上2點之後，佢嘅價格主要按種水嚟區分，豆種500以下就可以，糯種1000到3000，糯冰6000到1萬，正冰種小萬左右，高冰種中萬左右，玻璃種嘅價格咧就冇上限啦。因為玻璃種實在太稀有啦，正所謂物以稀為貴。以上講嘅呢啲價錢係僅限於1蚊左右硬幣大細嘅平安扣。如果講帶飄花同埋帶唔同嘅顏色，咁佢嘅價錢亦都會上去。如果大家係送人或者自己戴，就按自己嘅審美嚟揀就冇錯啦。你仲可以用呢啲方法去睇下自己戴嘅平安扣到底值幾錢。關注錢買翡翠唔踩坑。